開始之前又要戴翻個頭盔先。今次要介紹嘅係荔枝角嘅 Pizzy， 喺荔枝角站 D1 出口行過去大概1分鐘左右就到，環境唔錯，大家講嘢又唔會太大聲，好簡單易明嘅餐牌。要留意翻呢度嘅 waiter 只識英文，但係就勁好招呼，好好笑容。雖然有收加一，但係我覺得完全值得俾嘅。我哋點咗個2人餐480，有前菜、主菜、甜品各二，套餐唔包飲品，但係可以跟餐另外點。點咗餐之後 waiter 就攞咗一包麵包俾我哋，另外仲幫我哋倒咗橄欖油同埋黑醋。麵包就好煙韌，尤其是個皮，配埋個橄欖油同埋黑醋，肥嘢就食到停唔到口啊！而且仲將個橄欖油黑醋完全清晒添。另外加錢點嘅2杯飲品，一杯係橙汁，冇特別。呢杯係 Bellini 粉橙色白桃果蓉溝意大利氣泡酒，入口酸酸地，我就覺得好似係白酒味啦。1號前菜吞拿魚牛油塔塔，有吞拿魚同埋牛油果。面嗰陣粉紅色一條條嘅係洋葱，洋葱就酸酸地，牛油果加吞拿魚再加埋野味嘅醬汁，成個就好新鮮，絕對係一道非常之開胃嘅前菜啊！肥嘢玩 fusion 搽上麵包都好好食，呢個就算跟餐啊都要加多15蚊，不過我覺得係值得嘅。八爪魚沙律，一上台嘅時候望落去，我以為冇乜八爪魚，但係原來啲八爪魚鋪晒喺底度，而且仲要唔少添，大約有10幾件。沙律分別有青瓜、薯仔、黃紅色嘅番茄、火箭菜，仲有櫻桃蘿蔔啊！全部都好新鮮。八爪魚就偏腍啦，冇咩咬口，冇華婆都食得嗰種。但係我記得喺歐洲食嘅時候都係呢一個質感噶，配埋個沙律汁，酸酸地，又係一道非常之稱職嘅開胃前菜。意式辣肉貓耳朵麵，我都係因為見到呢個先想入嚟食噶。呢度出名就自製手工麵，個貓耳朵麵口感非常之好，煙煙韌韌，咬落又好香口，醬汁好濃，但係又唔係死鹹或者勁重口味。番茄味就好突出，唔算太辣，但係就令到成個醬汁味道提升咗。呢個配搭我係食到停唔到口，我忍唔住係咁狂食個醬汁。而呢一粒肉卷就冇乜特別啦，呢個意粉主要食嘅就係個醬汁同埋個貓耳朵啊。大蝦海鮮濃汁黑細麵，蝦有2隻，但係唔算大，完整嘅，而且佢有挑到個腸，好細心。呢2隻蝦就中規中矩啦，食落冇咩特別，反而意粉入面啲蝦肉細細粒，好彈牙，好有咬口，比嗰2隻大蝦更加出色啊！醬汁就非常之突出，唔知點解當我食意粉嘅時候就覺得好大陣嘅海鮮味，就咁食醬汁或者食蝦肉就冇喎。整體嚟講都唔錯嘅，不過個人就中意食個貓耳朵多啲啦。最後就梗係唔少得甜品啦，一杯係 Tiramisu， 一杯就係 Panna Cotta。記得以前試過整呢2款甜品，屬於易整，但係好難整得好食嘅。正宗嘅 Tiramisu 係唔落魚膠粉，所以啲 cream 一定係比較流質。手指餅嘅質感唔錯，但係酒味就唔重，成杯唔算太甜，所以唔漏，不過感覺就比較普通啦。至於呢個 Panna Cotta 其實即係奶凍啦，個奶凍就好滑，但係就冇乜奶味。至於面嗰陣 raspberry 好新鮮啊，不過就偏酸。咬落就好似士多啤梨咁，有好多嗰啲籽，好有口感，配埋呢個奶凍一齊食，忍唔住一啖又一啖啊！個人就比較中意呢個奶凍多過 Tiramisu， 感覺就比較新鮮好味。值得一提嘅係呢度嘅 waiter 好留意客人個杯有冇水，就算我哋點咗飲品都好，佢一見到冇水就會主動過嚟加，唔需要客人叫佢，而且每一次加水嘅時候都好好笑容啊！另外我計過，如果呢度嘅食物我哋散叫嘅話，呢餐未計加一就已經要700至800蚊左右。依家跟餐叫埋加一，大概都係600幾700蚊有找，
雖然係中產嘅價錢，但係呢度嘅食物質素同埋服務態度都係屬於中上。最重要嘅係客人嘅質素亦都十分之好啊！工作辛苦嘅時候作為獎勵，呢間確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今集就介紹住咁多先。最近買咗部新相機喺度試玩，等我放返啲作品出嚟先。單純覺得佢影夜景都好靚啊！拜拜。